如果您年过60，当您爬楼梯，从椅子上站起来，或是走路超过几分钟时，膝盖就会酸痛，那么我接下来要展示的内容可能会改变一切。在接下来的24分钟内，我将分享7种能够由内而外帮助重建膝盖软骨的食物。我必须告诉您，这份清单上的第1名是大多数人完全忽略的东西，它不是鲑鱼，也不是姜黄，这是一种您在超市可能经过了上百次，却从未意识到它能为您的膝盖带来什么好处的东西。但在我介绍它之前，让我先跟您说说住在高雄、今年74岁的淑芬阿妈的故事。6个月前，她告诉女儿，她考虑把那冻住了几十年的透天厝卖掉。为什么？因为她再也受不了爬楼梯了，每踏出一步，她都感觉膝盖好像要垮掉一样。她试过药膏、止痛药，甚至打过针，但没有一样能带来持久的缓解。淑芬阿妈在发现这7种食物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会在影片最后告诉您，相信我，她的故事会给您带来希望。现在请在留言区写下您的年龄，我想知道今天我在帮助谁。无论您是62岁还是82岁，这些资讯都可能是您一直在等待的转捩点。我是麦克，一位拥有23年经验，专门帮助长辈无痛活动的物理治疗师。我看过什么方法有效，什么无效。我看住患者从几乎无法行走到能在孙子的婚礼上翩翩起舞。而这7种食物，它们真的有效。我不仅亲眼见证，研究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综合回顾发现，特定的营养素可以显著影响50岁以上成年人的软骨健康。我们讨论的不是掩盖疼痛，而是真正支持您的身体去重建和保护膝盖中的缓冲垫。在向您展示这7种食物之前，让我快速解释一下您的膝盖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这将有助于您理解接下来的一切。把您的软骨想象成骨头之间的缓冲垫。当您年轻时，那个缓冲垫又厚又充满弹性，就像一块全新的厨房海绵。每当您迈步、爬楼梯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它都会吸收冲击力。您甚至从未想过它的存在。但在60岁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您的身体开始减少制造、修复和维持软骨所需的原料。这就像试图维修一栋房子，但五金行却不断缺货，买不到木材、钉子和油漆。你想修缮，却拿不到材料。因此，原本厚实健康的缓冲垫变成了一层薄薄的、磨损的薄膜。这就是您感觉到的时候，骨头越来越接近骨头，那种僵硬感，那种让您动作变慢的酸痛。但消息是，这点非常重要，您的身体从未完全失去重建软骨的能力，它只是需要正确的原料，而这正是这7种食物所提供的。您即将给予您的身体它一直在等待的工具。让我们从第7名开始，一路介绍到最强大的那一个。第7名，柳橙。我知道您在想什么，柳橙？真的吗？但请听我说，因为这里的科学原理非常迷人。柳橙和其他柑橘类水果富含维生素C，而维生素C与胶原蛋白合成，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胶原蛋白是软骨中的主要蛋白质。如果没有足够的维生素，您的身体根本无法制造修复受损软骨所需的胶原蛋白。这就像试图在没有水泥砂浆的情况下砌砖墙一样。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1000多名成年人长达10年，
他们发现，摄取最高量维生素的人，其膝盖软骨在核磁共振 MRI 扫描显示下，比摄取量低的人健康了44%。44%是一个显著的差异。该如何摄取呢？你每天大约需要75到90毫克的维生素来获得关节益处，这大约是一颗中等大小柳橙的量。你也可以从葡萄柚、草莓或甜椒中摄取，关键在于持之以恒。每天1颗柳橙，最好是在早餐时食用。您的身体无法储存维生素，所以需要稳定的供应。还有一点很重要，当您将维生素取我即将分享的其他食物结合使用时，效果会更好。它们就像一个团队一样协同运作，每一种都能增强其他的效果。现在第6名，将关节保护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第6名，大蒜。说到关节健康，大蒜可能不是您第一个想到的东西，但关于它的研究非常惊人。大蒜含有独特的硫化物，特别是一种叫做2烯丙基2硫化物的成分。这些化合物已被证明可以保护软骨细胞免受损伤，甚至能减缓分解软骨的酵素。这才是最有趣的地方。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人员研究了1000多对女性双胞胎，他们发现那些吃最多大蒜的人，其髋关节和膝关节的软骨损伤明显较少。差异如此明显，以至于研究人员称大蒜为退化性关节炎的潜在治疗食物。为什么会有效呢？大蒜中的那些硫化物会阻断特定的酵素，称为基质金属蛋白酶。把这些酵素想象成破坏软骨的小型拆除球，而大蒜有助于阻止它们的破坏行动。该如何使用？您每天大约需要1到2瓣大蒜，关键在这里。将大蒜压碎或切碎，在烹饪前先静置10分钟，这会活化有益的化合物。如果你马上煮，会失去大部分的好处。沙拉酱里的生大蒜效果极佳，或者您可以在烹饪的最后阶段再加入碎大蒜。让我告诉您文雄博的故事。他今年69岁，是一位来自台南的退休老师，多年来一直受膝盖僵硬所苦。每天早上，他都要花15分钟才能感觉关节松开，足以舒适地走到厨房。这些年来，他试过3种不同的保健食品，花了几万块台币，但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文雄博喜欢重口味的料理，所以当我建议他在烹饪中多加点大蒜时，他很乐意尝试。每天2瓣，压碎后加入他的炒菜、汤品或酱汁中。6周后，他早晨僵硬的时间从15分钟缩短到了大约5分钟。他告诉我，我从没想过厨房里这些不起眼的东西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真希望我几年前就知道，简单的改变，真实的效果。现在第5名是我个人的最爱之一。第5名，蓝莓。这些小浆果是关节健康的绝对强者，原因如下：蓝莓富含称为花青素的化合物，这些色素赋予了蓝莓深蓝色，但它们的作用远不止于此。花青素是目前研究中最有效的天然抗发炎化合物之一。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发现，经常吃蓝莓的人，血液中的发炎指数降低了37%，而发炎是软骨分解的最大驱动因素之一。把发炎想象成关节里的一把火，它不断地烧毁您的软骨。蓝莓有助于扑灭那把火。不仅如此，卡夫茨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花青素实际上能保护软骨细胞免受氧化压力的伤害。
氧化压力就像金属生锈一样，它会破坏您的软骨细胞并加速分解。蓝莓就像是对抗这种损害的防护盾。如何食用？目标是每天1杯蓝莓，新鲜或冷冻的都可以，这点没关系。冷冻蓝莓通常是在成熟度达到顶峰时采摘并急速冷冻，所以它们的营养成分有时甚至比在商店货架上放久了的新鲜蓝莓还多。最好的时间是早餐或作为下午的点心，把它们加到燕麦片、优格中或者直接吃。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您平常一天吃几份蔬果？请对自己诚实。如果您的答案少于3份，那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您的膝盖会有这种感觉。这些食物不是可有可无的额外补充品，它们是您的身体迫切需要用来修复和维持关节的原料。请在我们继续介绍时记住这一点。第4名，高脂肪鱼类，鲑鱼、蒸鱼、沙丁鱼，这些鱼类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而欧米伽3对关节健康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其作用机制如下：欧米伽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DHA，能减少体内发炎化学物质的产生，这些被称为前列腺素和白三烯的化学物质直接导致关节疼痛和软骨分解，极有减少它们的产生。欧米伽3有助于从内部保护您的软骨。塔夫茨大学的一项指标性研究追踪了增加高脂肪鱼类摄取量的长辈，仅仅12周后，他们的关节舒适度和活动能力就提高了41%，短短3个月就有41%的改善。但还有一件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欧米伽3还有助于改善关节液的粘稠度。把关节液想象成汽车引擎的机油，当它浓稠健康时，一切运转顺畅；当它变稀薄且品质下降时，就会产生摩擦和磨损。欧米伽3有助于保持液体的健康和粘稠。如何食用？你每周需要吃2到3次，每次3到4盎司，约85到113克的高脂肪鱼类，大约是您手掌的大小。鲑鱼是最容易买到和烹调的，用摄氏200度烤12分钟，煎烤，甚至买罐头都可以。带骨的鲑鱼罐头其实很棒，因为您可以获得外的钙质来维持骨骼健康。如果您绝对无法忍受高品质的鱼油补充品，也可以寻找 EPA 和DHA总和至少达到1000毫克的产品，在您一天中最大的一餐时服用，吸收效果更好。我们已经介绍了一半，我希望您能理解这一点。这些食物每一种都透过不同的机制发挥作用。维生素促进胶原蛋白，大蒜阻断破坏性酵素，蓝莓对抗发炎，欧米伽3保护关节液。当您结合它们时，它们会协同运作，从多个角度支持您的膝盖。这就是这种营养疗法的力量。第3名，大骨汤。我知道大骨汤已经流行了一阵子，但这不仅仅是一时的风潮，这背后有真实可靠的科学依据。大骨汤是胶原蛋白最丰富的天然来源之一，特别是第2型胶原蛋白，这正是您软骨中发现的确切类型。当您喝大骨汤时，您正在给予身体修复受损软骨所需的精确积木。研究显示，宾州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追踪了有关节问题并服用胶原蛋白补充剂的运动员，24周后，他们的关节舒适度和功能都有显著改善。而大骨汤以天然
易吸收的形式提供同样的胶原蛋白，但大骨汤不仅仅含有胶原蛋白，它还提供葡萄糖胺和软骨素，这两种化合物通常被作为昂贵的补充剂出售。您可以在大骨汤中自然获得它们，还有助于维持关节液品质的玻尿酸，以及钙、镁和磷等支持整体关节健康的矿物质。让我告诉您住在台中71岁的美玲阿姨的故事。她被膝盖疼痛折磨了3年，她放弃了晨间散步，尽可能避免爬楼梯，下车对她来说变成了一种折磨。美玲阿姨对大骨汤抱持怀疑态度，她试过葡萄糖胺药丸、姜黄补充剂和各种药膏，似乎没什么大用，但她决定试一试。她去市场买了品质好的大骨汤，每天早餐喝1杯。第1周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第2周她注意到早晨的僵硬感没有持续那么久了，到了第3周，她上下楼梯时甚至没有多想。她告诉我上楼梯的感觉就像回到了50岁，这种情况已经好几年没发生过了。如何使用大骨汤？您每天大约需要1杯，最好的时间是早上空腹时，这样您的身体能更好地吸收胶原蛋白。您可以在大多数超市买到现成的，寻找标示草饲或有机且无添加填充物的品牌，或者您可以自己做，将鸡骨或牛骨炖煮12到24小时，加一点苹果醋帮助释放矿物质。液体形式比粉末版本更有效，所以尽可能选择真正的大骨汤。持续性比数量更重要，每天1杯持续4周，胜过1个月内随机喝3杯。第2名，绿叶蔬菜，特别是菠菜。您可能会想，沙拉跟膝盖软骨有什么关系？答案是关系重大。像菠菜与伊甘蓝和芥蓝这类绿叶蔬菜富含维生素 K， 维生素 K 与骨钙素的活化至关重要。骨钙素是一种帮助调节体内钙质的蛋白质，在骨骼和软骨健康中扮演直接角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发现，维生素水平充足的人，其软骨健康状况在影像检查中比缺乏者好了 33%。33% 不是一个小数目，但还不止于此。菠菜特别含有一种叫做萝卜硫素的化合物。东英吉利大学的研究显示，这种化合物实际上可以阻断导致软骨破坏的酵素。这就像有一个私人保镖全天候保护您的软骨。绿叶蔬菜还提供镁、叶酸和抗氧化剂，共同作用减少发炎并支持组织修复。这是关节健康的完整套装。如何食用？目标是每天至少2杯绿叶蔬菜。这听起来很多，但煮熟或打成之后其实不多。2杯生菠菜煮熟后大约只有半杯。早上加在炒蛋里，打进果昔里，或者午餐配一份沙拉。这里有个小撇步，将绿叶蔬菜搭配健康的油脂，如橄榄油或酪梨一起吃。维生素是脂溶性的，这意味着当有油脂存在时，您的身体吸收效果会好得多。简单的菠菜沙拉淋上橄榄油就很理想。现在我们已经涵盖了6种强大的食物，每一种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您的膝盖。但第1名与众不同，这种食物让研究人员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数据，因为结果太惊人了。这是解决超过 60% 的60岁以上长辈在不知不觉中面临的隐性缺乏问题的关键。我把这个留到最后，因为当我与我的患者分享时，他们会突然顿悟。他们意识到这块缺失的拼图可能正是他们身体一直在等待的东西。
第一名，南瓜子。我知道南瓜子，它们看起来很普通。您可能只在过年或特定节日时才会把这当零嘴，但这些小种子是自然界中对关节健康最强大的食物之一，却几乎没人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南瓜子在这份清单上排名第一。首先，它们是整个食物供应中镁含量最丰富的来源之一。仅仅2汤匙就提供了您每日镁需求量的约40%。而镁对您的关节绝对至关重要。镁参与体内超过300种生化过程，包括软骨修复和维护。研究显示，大多数60岁以上的长辈都缺乏镁，却不自知，而这种缺乏直接影响关节健康。发表在《临床营养学期刊》上的一项指标性研究分析了2000多名成年人的镁水平和软骨健康，结果令人震惊。镁水平最高的人在杻苗中拥有最健康的软骨，相关性如此之强，以至于研究人员建议摄取镁可以作为维持关节健康的治疗策略。但南瓜子不仅仅提供镁，它们还含有高水平的锌，这对于胶原蛋白合成至关重要。记住，胶原蛋白是软骨中的主要蛋白质。如果没有足够的锌，您的身体无法有效地构建新的胶原蛋白来修复损伤。还有第3个好处，南瓜子含有独特的抗发炎化合物，与镁和锌协同作用。这就像是3管齐下的方法，从3个不同的角度攻击破坏软骨的因素。让我告诉您国强博的故事。他68岁，是一位住在新竹的退休工程师。国强博士过各种方法治疗膝盖疼痛，1个月花上1000元的保健食品，让他为不舒服的处方消炎药，甚至只有几周效果疼痛就复发的肋部纯注射。当我告诉他关于南瓜子的事时，他差点笑出来。他说，在我试过这么多方法后，你要我吃种子？但国强博还是试了。他买了1包生南瓜子，每天早餐加2汤匙。他把它们撒在燕麦片上，拌入优格，或者直接当做早晨的点心吃。第1周没有剧烈变化，第2周他注意到了一些事情，他早晨僵硬的时间没那么长了。到了第3周，他的晨间僵硬几乎完全消失，那种伴随他多年的持续隐痛终于消退了。国强博1个月后打电话给我，说了一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他说，我不敢相信这么简单的东西竟然有效，我觉得我找回了我的人生。你如何食用南瓜子？您每天大约需要2汤匙，那大约是1小把的量。购买生的或轻度烘焙的，避免那些重咸调味的品种。最好的时间是早餐时。当有食物存在时，您的身体吸收镁的效果更好。彻底咀嚼以释放更多营养。有些人喜欢用咖啡研磨机把它们磨碎，然后将粉末加入果昔中，2种方法都可以。寻找生的无盐南瓜子，您可以在任何超市的坚果种子区找到。1包450克左右的价格，大约几百块台币，可以吃1个月以上。所以这就是能够帮助重建膝盖软骨的7种食物：柳橙补充维生素，大蒜提供硫化物，蓝莓补充花青素，高脂肪鱼类提供欧米伽3，大骨汤补充胶原蛋白，绿叶蔬菜补充维生素。但知道只是成功的一半，让我教您如何将这些融入简单的日常生活中。早上以1杯大骨汤开始您的一天，在准备早餐时吃2汤匙南瓜子，撒在燕麦片上，加到优格里或直接吃。早餐至少包含1份水果，1颗柳橙或1杯蓝莓，能给您维生素
舍那些强大的花青素。午餐时至少包含一杯绿叶蔬菜，淋上橄榄油的菠菜沙拉非常完美。如果您喝汤或吃热时，在烹饪中加入大蒜。晚餐时每周2到3次，将高脂肪鱼类作为您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加了大蒜和几点柠檬汁的鲑鱼是最理想的。这里有个关键部分，您不必一次做所有的事情，那样会让您感到不知所措而想要放弃。先从1-2样食物开始。我建议先从南瓜子和大骨汤开始，因为它们最容易添加，也能提供最明显的效果。花1周的时间掌握这2样，让它们成为习惯，然后再加入下一种食物。1个月内，所有7种食物都能成为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会让您觉得是件苦差事。还记得影片开头提到的淑芬阿妈吗？那位住在高雄，因为楼梯问题考虑卖掉房子的74岁长辈。在了解这7种食物后，他从大骨汤和南瓜子开始，每天早上就这2样。3周内，他注意到膝盖感觉不同了，僵硬感减少，疼痛减轻。他开始每周吃2次鲑鱼，并在午餐时吃菠菜沙拉。2个月后，淑芬阿妈打电话给他女儿说：“我不卖房子了。”他现在可以爬那些曾经几乎击垮他的楼梯了，不只是勉强应付，而是无痛无惧地爬楼梯，不需要停下来休息。他最近告诉我，我真希望多年前就有人告诉我这些，这太简单了，为什么没有更多人知道呢？这正是我制作这些内容的原因，因为有太多人在明明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却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如果您觉得这些资讯有帮助，请支持我们的健康社群。我每周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方法，让您在60岁后活动得更好，感觉更棒。还有一件事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如果您认识正在为膝盖疼痛所苦的人，请将这些资讯分享给他们，您可能会给他们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现在，我想听听您的想法。这7种食物中，您会先尝试哪一种？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会阅读每一则留言并亲自回复。您的经验可能正是其他人需要听到并迈出第一步的动力。您的身体还没有放弃您，您的膝盖仍然可以感觉更好。当您给予正确的支持，您的软骨有能力愈合。您刚刚给了您的身体这张路线图，现在是踏出第一步的时候了。明天早上试试其中1种食物就好，1杯大骨汤，1把南瓜子，这就是开始所需的一切。您值得毫不犹豫地爬楼梯，您值得不用数主分钟等著作下地走路，您值得与孙子们玩耍，在花园里工作，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我相信您身体的愈合能力，我已经见证了数百次奇迹发生，现在轮到您了，请保重自己，我们下次见。